这个台文作家，嘛是台文通讯网络的社长陈明义，有咱做这一波推荐，嘛是花香来欢迎陈明义大哥。在座吼，各位好朋友吼，真多谢恁今日来吼，来甲贵重兄吼，来甲伊感谢分菜吼。拄则姚教授有讲过吼，我补充一寡物件吼，咱台湾人吼，甲即摆吼，真的是贵水，真贵水。我最近吼，咧做一个节目，叫做《怀旧的台语古早歌》的节目。我本来是要讲故事做，要讲故事我我就吼，你节目较熟个老岁仔啦。我才发现讲，台湾人吼，有知影讲有几百个过程去吸入来外星，知影？南部民族差不多咧，台湾人过去即代我无什么别的歧视咧。我无甲你提，南部搞清楚这个理论，这个名吼讲出来吼，无人知哦。除了少数研究者以外，连主流咧写论文的吼，你写台语研究论文嘛，拢写几个，写书家搁较济，做书家。唔係嗰啲，攏講啲研究啦，什麼吼進林啊，什麼金條吼，唔啱你啊，比佢較好，較等佢坐間山咧，坐間山咧，我才發現講，這人因為伫這個國民黨嘅這語言政策不改變了，因無失去用這個母語創作機會，所以大部分攏收起來，有一寡人繼續用華語創作，一寡人繼續唱華語歌，毋過最多進聲。知唔知啊？我足感動嘅，我足感動講，這個物件對台灣人分享，這唔係偌好嘅物件，所以我最近講，你可以這個建築部門吼，你甲這個物件寫成工程出來，我當時講，哇，這個是也無人知嘅物件。台灣文學創作吼，伊過去吼是一個副嘅目的，就是講比如寫歌啦、講啥啦，還是藝術傳道啦、寫故事啦，迄攏是為了其他目的。唔是為了文學創作咧創作嘅，真正為了文學創作是真大事。過去當然像普遍這個人寫一款物件，因攏咧娛樂社會啦，為職業做營銷種種嘅工業。毋過到近代，我加講90年代這下才開始台灣人想講，咱咧用咱嘅語言來創作文學。我會使講，這個觀念嘅也唔需要去創作。咱現在才開始20年啊！在這個過程中，咱一直在思考。我是一個其中的代表人吼，迄陣我就在思考，台語要安怎寫，台語要安怎寫，寫台語無台語啦。因為這是一個新的作品，我真係先去創作理論，毋過你看來聽來好，重點是咱台灣人用咱的價值觀，用咱的思維，用咱人聽有話來寫，講唔聽有。寫咱的價值觀，寫咱的關係，寫咱的秘書，寫咱的悲哀較歡喜。無什麼形式，你寫出來，互人感動，互人感受，什麼理論，迄攏是咧做。重點是你安怎寫。所以台語每一個現在寫都攏是寫成者。當然，你唔要讀收者其他物件，你著把你的感受。你嘅想法去寫落去，當然寫作有分析的有戰術，頭前會寫先，為寫先，再對寫字，尤其小說是即時，攏係死過嘅物件，但你嘅感情透過一個故事，來啟示，是我來感動，是來講你嘅物件。我真歡喜講，因為咱這個這2年時間，在日本嘅寫作者、作家出真濟，不過咧，因為可能時間大家語言那個吼，寫字嘅較濟，我你講就是講可能吼，愛鼓勵吼，寫出來書寫，細緻嘅書寫。毋過你鼓勵書寫，社會若無看本，寫要創啥？所以阮當處長我到去年阮過當處長，然後當時講，阮若要寫吼，寫小說較難吼，報紙就咱看。嘛無特別咱會當來做拍雜誌，所以當副總就講，有咱是個機會來辦這個，專門將台語文學台灣廣播開始來辦。因為台灣廣播我才有舞台，也發表小說，無不寫好上，所以咱唔難，咱愛家己
运动创作者，也做运动者，去办个，加在社会有时拢真挺吼，阮迄开始就从社会上学吼，我就是为了讲，你食台话真哩较水个，你一个月1000个，你做社会，社会做啥？社会就一个月1000个不会算噶。我嘛想其他大家讲，好多拢像今仔日开始，每个今仔日吼，你本来本身吼真济，但是这个时代吼，这个较长期的小说吼，较无啥。即摆人吼，咱现在时代吼，有的小说愈画愈好看咧，因为咱无产钱吼，过一过人较足久啊。拢看迄个大部头的小说吼，像克里斯多夫啦吼，你看这个最近10几年吼，还是本吼，这个规模还是看了足够个，因咱没有意义嘛，小说的，所以世界就面向咱们看个，即摆人无咧看。毋过咧，而咱高级文学、大级文学来咧，若无当地小说，袂使袂使，所以其实我决定讲即个，起来。研究这个当地小说，我反正讲，到有人来参加，我就反正这个也做也做作品来，我讲有人本来，我真欢喜，有人本来这林桂龙先生作品，其实林桂龙我真早，伊之前海洋的小说，甲你讲着差不多拢是我偏信，我就是欣赏伊的风格，都有一个隔离这样的伊的小说老好你应该看，你应该看但是我也是讲，但伊们创作爱鼓励爱鼓励，我嘛做着讲，因为写作久啊，我拢无人知影我作品，尾下日本经济家全部出版各种经济人，太开心。我讲日本你若敢写人看无啊，你也去写我考虑出来，不去写你出来，你讲有法好啊。伊讲开始请人来配音录音配音甲做法真水，我扛伊故事回去人就出版。你若等下方买较贵嘛，爱买方故事你若无爱买因为到尾去来互人知影，什么是大日文学？我真个朋友我真个朋友，伊较早知影我是咧写大日文的，但是知影我写啥？伊就开始甲你知道，我讲安尼啦，你你交钱唔爱买厝啦，但是咱是看无安尼即嘛咱是用推荐这个有声表演，咱问题表演。表演就你在今仔日表演，我是用做个声音，安尼了是啥可能我们在这家拢来，按个对国外按照应用，用他们声音，一听你看有安尼这当然我说首先咱个运动咱个运动即嘛咱无人，咱你用你讲就能出来，就是可能家己习惯，大家支持安尼即我哋即个台湾通讯这么大个国家做会，但是东西1991年，1996年我写我若无得啦，无得啦，我讲有柯建富，就是柯大家，柯在我们讲这沈南信路不管是我是讲啦，台湾的未来当然政治的环境不好，一切爱担心咱你去台湾即嘛完全是主流门，你用说话真厉害。真厉害我伫结婚我拢唔知我是台湾，就是这无人讲台湾话啦，有香港话，有英语，有什话，有什华语，就是我一直讲西门町道，我才知我是台湾，我才知我是台湾。这是一个真恐怖的社会，所以咱语言可能刚才讲，唔是干来讲这个自然话，差不多无人书写。这就跟较一个商业语，较一个专业语，安尼咱照时讲。今日我最欢喜这个林桂龙这边小说来发表出版，大家我看一个新的一个台湾作家创作者，我唔当作家啦，因为拿来讲作家，我拢出点小的。我袂讲呢，我袂讲我作家，因作家是作者啦，迄个我无欢喜，我做一个台语文作者来去。作家名我他是作家，他要你嘛作家，我嘛作家。我无安尼想啦，我讲咱个台语文创作者，咱真欢喜嘛真多谢你听来，因我有一个节目你若欢喜我个节目叫大家学识不落，若我个戏剧迄是业余的，所以你若互伊一个鼓励，你就上来。